阿母的鞋店，故衣裙，看字念字，捌几字。常在听人咧讲，查某人的衫櫥，也是鞋仔櫥，永远拢是兼一领衫，也是一双鞋。这句话我完全同意，因为我甲姊妹仔伴嘛定定烧招去踅百货公司，合我新衫新鞋来犒赏家己。见摆踅过一柜，搁一柜五花十色的鞋仔，我不三时都会想起细汉的时，阮阿母开鞋店做生意的点点滴滴。阿母自高商出业了后，就开始倒换阮阿公的皮鞋生意。无论是招呼来买鞋仔的人客，也是和卖鞋仔的厂商直接。阿母的表现大班又搁巧气，互人学落甲会答志。阿母对皮鞋生意往来会了解，会当讲是住伫巷仔内的。嫁阿爸了后，为着要维持阮即家伙仔的生活，伊喙齿筋加咧，标一骹花仔，锁一间挖菜市仔的细间店面，开鞋店。店面虽忙无概括，毋过卖的鞋仔真齐全。不管是查甫的、查某的，也是囡仔的，伫遮拢总找会到。年头边的时阵，来买鞋仔的人客，拢会吵甲满厝经，生意呛呛滚。阿母欠骹手，连阮整几个囡仔嘛总爱斗参落去。逐个是母家无用试试，毋过阮拢无用甲足欢喜，敢若是做事人大丰收共款。因为一冬就是趁一个礼拜。有闲的时阵，阿母会甲一双搁一双的皮鞋摕落来试下个。伊会先甲鞋油点伫鞋面，刷落来用鞋面仔抿，则搁用一块布豆豆仔甲鞋面嘛杀字，即边推，迄边撸，甲下面切甲金死死，互伊金甲若一物件，会照影。阿母做生意是讲信用的，服务有品质。伫遮买转去的鞋仔，人客若准讲感觉伤严，也是伤冷，拢总会使搁免费摕转来处理。阿母拢有法度包君满意。若是鞋头伤压，伊会用鞋稳仔甲稳好甲快。若是鞋仔的后底
的下骹，伊就用蜡条撸互骨，佮用钢槌仔钢互软，互鞋仔较软较好穿。啊，若是鞋仔冷去，阿母就会伫鞋底注一块鞋珠仔，互伊穿着到下骹，行路较袂合咧合咧。阿母的鞋店养饲阮几落冬，随望后来鞋店的生意，阮兄弟姊妹拢无接手。各人有各人的工课甲事业，毋过即间鞋店留互阮的是阿母的用心，甲对阮的疼痛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